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不太会和别人说话，所以总交到朋友，有人生气了。但是长安不一样，他总会耐下心来和我讲一些东西，他会用我明白的方式和我沟通。哎，陈小轩，他们队2个人，我们3个人，你加入他们，我们就可以比赛了。1、2、3，1、2。怎么样？好，来吧。而且，很多人都放弃和我沟通的时候，他会用我明白的方式，来告诉我，让我更明白一些事情。陈小轩，我知道阿姨不是你的亲生妈妈，就算你不想翘课，你不能那样对她说话。一个机器人竟然可以对我这么友善，我为什么要怕它呢？那你呢？你还怕它吗？不怕，我反而觉得很高兴呢。我知道我做了很过分的事情，这样对你是不应该的。对不起。长安的性格直接大方，有什么错误他会直接道歉，在我不开心的时候他会安慰我，逗我开心，所以证明他很在乎我这个朋友。我也很高兴能成为他在乎的朋友。不过我还是得吐槽一点，早知道他是 AI 的话，就不用兜这么大圈子了，真是醉了。你醉了？你刚刚没有喝酒啊？